那经节讲是家的签人数16、27，系每人要看顾上帝嘅反应，系每人要注意上帝嘅反应，得到安好。但系呢，因为到要快乐，对于拢众人相信上帝嘅，系要注意反应嘅人呢，当然佢熱情要相信上帝啦，相信上帝嘅人呢。當然佢要注意上帝嘅命令，注意上帝嘅反應，注意佢交出嘅路人品行，然後簽人數1至33節咁樣講到，係咪人聽嗌講，佢就聽嗌嘅話，佢一切平安，一切安全嘅為所，佢得到保佑，從呢一切恐怖嘅傷害世界嘅。那所以這樣是家會聽上帝嘅反應，會注意上帝嘅反應，會聽上帝嘅命令嚟行，是家撒回嚟行道，上下出門，對於呢隆重一切嘅傷害是家恐怖嘅，要得到佢嘅平安所，得到佢嘅保佑，因為上帝要大家同齊，上帝要照顧隆重人，聽佢嘅命令嚟行出世間裏，這樣人是家會嚟仰望上帝。聽佢嘅法嚟行，在社會世間裏，熱天自家得到安全，得到佢嘅保佑，自家得到佢嘅福氣，要平安，要快樂，在自家嘅生活中，家庭都得到平安，自家社會裏得到佢嘅平安，因為上帝要看顧，要照顧自家嘅路途，但係呢，因為自家要注意佢嘅反應，要照佢嘅法嚟行，要照佢嘅命嚟行，上帝祝福隆重。照佢嘅法嚟行，得福，阿們。